Da 되라 야. 통화 얼들이 뒤. 라만个是继续深陷难给。首先呢，要问候，这次来听闻这个春季课程《世事法五十颂》的，主要以这个尊妈，就是尼众为主的寺院们，呃，尼众们，还有所有的僧众们与大众扎西德勒。拉么定是过的嘛，现有的啥呢？民忙不起给，那么，但上一般面有个，来说，但当我们谈到这个依止上师的方法，依止上师的这些方式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密宗的一个话题。但其实呢，这不只是在密宗里面，的确，上师，它主要是密宗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在整体佛教当中，传统上上师、善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是在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善知识的重要性更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一个关键。再来呢，现在也有一些人会这么认为就是这次讲的世事法五十颂，还有等等相关论述或者典籍当中所说的那些依止上师的方法，是属于以前的那些黄金时代的时候的内容，也就是说，佛法兴盛，有很多具格的具德的优良上师的那个时代。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些教导跟学习，已经不合时宜了，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帮助了。然而呢，其实根据密宗金刚乘的一个观点，我们说，当对上师失去信心的时候也就是对密宗金刚乘失去了信心。那这连带着就是之后，所有就算举行了法会进行禅修、闭关修行，因为对于上师失去了信心，所以这一切的修持也不会有太大的成果。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佛陀的教言，也就是只要有密乘，大乘的教法，只要还存留注释，这个上师善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佛陀的教言，还有历代的这些智者、大成就者的祖师们的著作中，都多次的强调这一点想必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还有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常常谈论上师，都会谈论的是上师是否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会想说上师他是不是一个好上师，但是呢，很少思考自己是不是一个具备条件的弟子，是否是一个好弟子。所以我们很习惯是向外去看，看别人，去讨论别人。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向内反观自己，是不是一个具备条件的弟子，是不是一个好的弟子。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尤其在对他人寄予我们说期望之前，提升我们自身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现代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仔细去分析
许多上师跟弟子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很多人之间他们存在的其实是一种主仆的关系，或者上师与施主的关系，或者是基于个人的喜好和偏见的一种关系。因此都不是真正的上师跟弟子的关系，或者说很多人其实根本不懂如何建立起正确的师徒的关系，这样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说要首先找到一位具德的上师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之后要如法的依止这位上师是更重要的。所以许多噶当派上师们都曾经这么说，他们说只有当升起出离心的时候，才算是真正踏上了修行之路。而许多的噶举派的上师们、祖师们，他教导我们什么呢？会说，只有当对上师升起信心的时候，这个法呢才会在心绪中升起。也就是说，如果对于上师升起了真实无畏的这种信心的时候，佛法或者说道法修持才会在你的心绪当中升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弟子所做的任何修行呢，都能成为道法。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修行能否入道其实无论是上师还是弟子，如果能够具备了应有的条件，也就是说师徒的关系符合佛法，所以这一点，这对于佛法的弘扬，还有佛法的长久注释，可以说都有着关键的影响，而且会带来巨大的利益的。所以呢，讲到这一部分，我觉得今天首先想要介绍一下噶当派祖师们他们如何从大乘经典中阐述善知识的重要性。我想先介绍一下，例如他们会引用菩萨藏经中有这么一段话说，总之获得并圆满一切菩萨行，以及波罗蜜多地忍辱禅定神通陀罗尼辩才回向发愿，以及获得并圆满一切佛法，都依赖上师。以上师为根本，由上师而生，上师是生处和生源，由上师培育，由上师增长，依靠上师，上师是因，有这么一段话。所以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上师是一切的功德所生处是全源，由上师来培育，由上师来增长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噶当派祖师们在道次第的这些法教讲述这些内容，尤其当中依止善知识的方法的时候，他们不仅会简略的引用经典大乘经典的内容，还会将释师法50颂作为这个依据来进行教导。因此呢，今天我也想先简单讲述一下这个经典中关于依止善知识的一些教导。换句话说，就是也想让大家知道说上师的重要性，它不就是密乘像释师法50颂这样的典籍中会说的。你可以看到噶当派的祖师们，他们会引用很多显称的经典当中也提到这样的内容的。不然有些人就会觉得因为修持密宗上师才比较重要我没有在修持密宗，那我也不需要太在乎所谓的师徒关系。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可以很清楚看到，在显称的大乘的经典当中，也都有谈到，依止上师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像噶当派的一位大师叫博多瓦也曾经说过，在追求解脱的修行中，没有比上师更重要的了。即使是今生的事物，靠自己观察学习就能完成的那些事情，也需要有人教导。所以波德瓦大师接着就说：“那么从恶趣刚刚来到这里的人，要前往从未去过的地方，也就是解脱道。如果没有上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这里也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从恶趣来到人世间，很少是从天界善道而来到人世间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去过那个所谓的善道，或者说解脱道。如果要前往这样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像解脱道，如果没有上师，怎么可能做到呢？那么接着呢，本来这是我昨天就想要讲的，就是大乘经典当中所谈到的这个显乘经典当中所谈到的一些有关善知识的重要性。我大概会引用两个部分，一个是文殊菩萨他曾经对善财童子所说的这个依止上师的5种方式。那么其中呢，有一部经典就是《华严经》。那这是在我们说大藏经的分类叫方广部里面的其中一部经典，叫《华严经》。那么《华严经》呢，是大乘经典中关于依止善知识教法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像是昨天我们已经从发心的角度讲述了有21种依止上师的方式需要具备的21种心态，或者说昨天也有提到就是上一堂课有提到，在集学论或者说叫学处集要当中引述了9种心态。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介绍是从实践的修持的角度来看就是根据波罗蜜多乘的教法，主要有2种这个依止善知识的方式。那么其中第一种就是5种清净上师的教授，是出自《华严经》，就是文殊菩萨向善财童子教授的这个5种方式。那这5种是什么呢？首先，这是投影出来这《华严经》中的原文就说善男子，因此菩萨为了获得一切智智，应当必定从真正的善知识获得正悟。这是意思是这样。然后寻求善知识时，心不要疲倦；见到善知识时，不要感到满足。对善知识的教导要随顺接受，对善知识的善巧方便不要生起嗔恨。所以这投影出来就是中文的原文。那么噶当派的一位格西，
叫做 Newsuba，他是格西贡巴瓦的弟子哦，他就稍微调整了，就是《华严经》中所说的这5个顺序，而且呢，也稍微的修改了里面的一些内容，就比较稍微白话一点，所以就像是下面这里投影出来的。所以这位纽苏巴大师呢，他就说：善男子，汝于寻求善知识时，勿生疲厌。还有善男子，汝应常时亲近善知识。再来，应如善知识所说而修持。第4个，应获得善知识的证悟。最后一个是于善知识善巧方便，勿生嗔恨。다 대야 다기 디 가다메 교신이 뉴스에 송야데다 동부 게변도나마 송샤버디 마 고대버체지 송샤버치레도와 所以刚刚呢，我们投影出来的讲过的这个噶当派的格西叫纽苏巴，他就是将《华严经》中的内容比较以易懂的方式所写出来的。 라마 체외 뒤 코나를 봐 자르체 라마 체외급 지볼이야 자르체 아니 라마 체외급이야 다 라마 所以 체외급이야 他这里提到的善男子，第一个，汝于寻求善知识时，勿生疲厌哦。他主要这一点指的是，当我们在寻找一位上师的那段期间哦，无论遭遇到任何痛苦，比如说这里提到是冷热啊，或者总之各种环境上的困难，都不应该要疲倦，要能够不厌倦的继续寻求，这是第一点。那第2点说，汝应常时亲近善知识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因为亲近善知识能增长一切的功德，所以要长时间的亲近。那第3点是说，应如善知识所说而修持，意思是如果不依上师所说而去修持，加持呢就不会到来，就无法进入弟子的心绪。所以一定要实践，要修持。再来第4点提到说，应该获得善知识的证悟，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它主要是说，必须要理解，教授，就是理解上师所说的内容，教授。然后要了解他所说的教授的这些意趣的要点，必须要掌握。在第5点，于善知识善巧方便，勿生嗔恨。是说，当见到上师为了利益众生而做出各种看起来好像是有矛盾的、各种的多样的不同的行为的时候，不应该对此生起这种不幸。所以还是要保持信心。所以以上呢，就是可以看到《华严经》中里面所说的内容，由这位格西噶当派的这位祖师纽苏巴以白话的方式阐述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我想引用的大乘经典里面的一些内容。第2个呢是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中对于大众所教导的4种依止善知识的方式。那这部分呢，基本上昨天大概简单讲解过了，所以投影出来就是《大乘庄严经论》就弥勒菩萨他教导的4种令上师欢喜的方法，或者说4种依止上知识的善知识的方法。那么它的内容就是说，应以恭敬、供养、承事，还有修行之道来亲近善知识。所以这里面提到是有4种，也有3种的说法，但是噶当派的祖师呢会认为说主要有4种。那么尤其像第8世法王最主要的弟子噶玛钦列宝，他也认为是有4种。
개외신이 댄주 시디 간데스 땜바레스나 다들이야 개외신이 샤라웬디니 소리 所以针对这一句哦，就是沙拉瓦噶当派的大师他解释如下说：供养是献上贡品，恭敬是准备座位等等，成事是去除违缘障碍，修行是指创造顺缘。所以借由这些方式哦来亲近善知识。那么在噶当派的其他一些教言中呢，对于也有提到4种这种移植的方式。第一个是没有吝啬的财物，没有傲慢的柔顺调顺，还有没有狡诈的正直，还有不衰减不衰退的修行。所以可以看到这4个说法也跟前面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中所说的好像也是有点关联的。还有达波仁波切，就冈波巴大师在他的集会开示中也更详细的说明了噶当派传统中弟子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其实是需要10种法则的，其中除了没有衰退的修行之外，然后在前面呢3种基础上呢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也就是下面的内容，就是接下来会投影出来给大家看就是冈波巴大师提到的噶当派传统要依止上师善知识的10种法则。第一个是应以无厌倦的信心依止善知识，第二个应以无吝啬的财物依止善知识，第3应以无染污的增上意乐依止善知识，第4个应以无愚痴的智慧依止善知识，接着应以无我慢的恭敬依止善知识，应以无疑惑的侍奉依止善知识，应以无狡诈的正直依止善知识，应以无傲慢的柔顺依止善知识，还有应以无嗔的忍辱依止善知识，还有是应以非凡的本尊身依止善知识。所以这是冈波巴大师认为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有10个法则。另外呢，跟这里谈到的上面所谈这些内容很相似的是收录在甘珠尔当中的这个就义密序就是宁玛派的有一部经，有一部应该说叫序典，它叫做一切合集明觉序，或者说明觉经。这部序典中呢有提到有这样一段文字：应具无厌倦的信心，应具无傲慢的柔顺，应具无吝啬的财物，应具无疑惑的侍奉，应具无狡诈的正直，应具无阿谀的自心，无愚痴的智慧，无染污的增上意乐。将这8种圆满将这8种然后要圆满的献给这个至尊上师。所以可以看到这里面跟8个当中除了这个无阿谀的自心跟前面噶当派所说的内容有一点点不同之外其他部分看起来大部分是相似的。所以在这一部就义宁玛派的序典中是谈到了8个法则，那前面的噶当派有10个法则，所以但是内容看起来呢可以说是相似的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接着讲述这个释师法50颂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前面呢我们简略了讲了一下经典中的内容，前面我们也讲了噶当派的一些说法，所以接着我们就进入到释师法50颂里面是怎么讲的。那我们也再回顾一下这个科判的，就是现在讲到哪个部分。以宗喀巴大师的科判来说，云何修净
如何对上师修持我们的恭敬，分为8个部分，有献供啊、事事如佛啊等等。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献供。献供里面呢，又分为4个部分：以献供尽除不恭敬的方法；第二个，献一切所摄受之物的方法；第三，如此献供的合理依据；还有最后一个是恒常守护3种事具的方法。所以首先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要对于上师修恭敬，第一个方法是献供。根据巴康义师他就是第8世法王最主要的弟子之一等等这些大师都说，就是应该要以供养的方式来依止上师。所以这一谈到的献供，就是以供养的方式依止上师。那一般来说呢，这上师世事法无事颂提到的这些献供，是为了弥补我们对于上师如果有这种不恭敬的心升起，而破损了我们的誓言，所以为了弥补而要做这些献供的。所以正像是这个宗大师里面，那么宗喀巴大师他也曾经说过，就是说一句话说，对上师要恭敬献供。他主要引用的是在这个吉祥圣大书还有450颂的一个解释中有提到说恢复对上师不敬的方法。所以说这里献供最主要是要恢复我们的这种违背了对于上师的誓言。但是呢向上师献供也不仅仅是为了弥补我们说破损的这个誓言，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譬如说初次见到上师的时候我们会供养，还有像上师请法时的供养，还有获得上师法教后的感恩供养。之后呢，也为了报答上师的恩德而做的献供，或者说为了令上师欢喜，或者为了满足上师的需求需要呢而做的献供。所以所有这些呢，上面提到的为了上师欢喜也好，或者感恩上师也好，这些都是为了自己能够累积资粮，有很多理由而供养。所以第一个这里谈到以供养的方式依止上师非常重要，特别是如果依止上师的方法不正确不当的时候，也因此导致我们说誓言破损的情况的时候，那么透过献供各种方式就可以消除我们这种破损的这种情况，能够弥补这种破损的情况。所以由于这等等以上的原因所以首先这里就讲了供养方式，透过这样的方式依止上师的各种方法。所以这里的颂文就是这个常于阿舍离尘世而供养，发生尊重心，则捐除障恼。这里的表格呢是这个梵文、藏文，还有这个中文、英文等等的一个比对的表格，就不细讲，时间关系。那么关于这段颂文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依照第7世噶玛巴却查嘉措他的注释中提到，就说要对上师阿舍离，应当以身语意3门恭敬，以这个为前行，首先要做到，然后献上如前面所说的各种好的供养、优良的供养，然后并且是符合上师所喜好的
这些贡品。所以首先是必须是要好的东西，它不能够是次等的、劣等的东西是不行的，要优良的供养。然后符合上师所喜好，也不是他不要的东西也不行。如此行持之后，将这个能够我们之前犯的这种不恭敬的过错就能够清净。所以还有这里到前面所说的各种热病各种伤害痛苦都能够逐渐平息，以后呢也不会再升起。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南释当中，这部论点是印度的一部印度文和梵文的一部典籍，它里面提到的，在讲解这个颂文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那首先依照宗喀巴大师的观点他来看这个南释的时候，他认为说这个印度注释中也说了，这是为了忏悔毁谤上师的各种过失。所以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所以是依照宗喀巴大师他引用这个南释的内容，就是说这一段是在说弟子要根据自己的财富，或者说随顺自己所拥有的，总之依你的能力，你所拥有的财富，向上师献上各种供养。那在这段文字里面呢，有提到食物是指珍馐美味的宴席，有这样一段文字意思就是这可能是这一段颂文以前梵文的原文有提到，特别要供养这种珍馐各种的食物，好的食物美味，要有这样的宴席。总之呢，接着南释当中有提到，释南当中有提到说，还要供养如财物、谷物提到了牛等等一切可以得到的东西。如此供养之后呢，前面所说的各种，比如说得到热病的痛苦或者说伤害，就不会再升起。那就是这里所谈到的这个颂文所要讲的意思。所以总之呢，在这个释南当中它的原文是这样说：若毁谤上师，今生来世将遭受各种苦难。因此为了平息这些苦难，应当向上师献上供养及宴席。为了我们说平息或清净这些之前毁谤上师而遭受的各种苦难，所以就必须向上师献上供养。还有这里提到宴席就是必须要准备各种的食物来供养。由此上师呢将欢喜，而上师的欢喜就是一切如来的欢喜。那欢喜之后，那么就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所愿求的一切成就呢，也将升起。那这里也包含所有共同殊胜的成就，也都能够升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说要做供养这部分，不就是前面很多经典中所谈到的还有像是一些上师的传记当中也有说透过借由供养来净除来清净这个违背誓言的一些故事。举例来说，这个泡沫主巴多杰嘎波，那他是冈波巴大师最主要的弟子之一，他的师兄弟就是第一是冈波巴杜松谦巴。当时冈波巴大师有3位康巴弟子，一个就是泡沫主巴，第二个是杜松谦巴，第3个是萨多修公。那关于他们3个人的故事是非常的精彩的，时间关系就不多说。总之呢，冈波巴大师的其中一位大弟子泡沫主巴呢，他有一个弟子叫做那修嘎中。那当时情况就是，不管泡沫主巴再怎么教他，给他各种的教授，他都没有办法升起任何的体验还有证悟。
所以这时候泡沫主爸就跟他说：“你以前哦，大概跟某一位上司之间哦，有什么不圆满的这个三昧耶解？不然的话呢，你透过我的这些教授，你应该已经升起这些成就的体验和证悟了。”就是他的弟子听完之后，他也回答说：“他说，哦，他就想了一下，他说，哦，对，我曾经呢向一位这个密咒师，那么请教了一些修法，然后呢，因为之后要酬谢这个密咒师嘛，所以他就这个赠送密咒师一本，这一本就现在在他手上这一本8000颂般若经，还有一块田地。但后来呢，我们不和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供养都拿回来了，都要回来了。这是当时他跟这个密咒师大概吵架不和了，所以他就把当时供养的这个般若经，还有供养的田地都收回来了。泡沫主嘛一听完就说：“哦，你这样做很不好。”那弟子就回答说：“啊，他也有点惭愧，他就想应该忏悔，但他就说，但那位上师现在已经不在世了，那么只有他的妻子还有这个啊、儿子还在，所以总之还只剩他的一些家人还在。”那泡沫主爸听完就说：“哦，如果是这样，你现在马上就去，你把这一本8000颂般若经哦，再带回去供养给他们。还有呢，那一块你不是供养了一个田地，你后来赎回来了吗？然后你也要再送给他们，因为他当时大概把那块田地拿回来之后卖给别人了，所以泡沫主爸跟他说，那块田地你要再赎回来，再送还给他们，然后你要忏悔之后再回来我这里。总之呢，他的这个弟子听完之后，也就照着泡沫主爸所说的，就这样做了。然后做完之后，才回到了泡沫主爸身边。这时候呢，当他再次请求这个教授的时候，那么各种禅修的功德就如实的升起哦。后来就说他成为一位非常殊胜的修行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如果说师徒之间的三昧耶有不圆满，那么你就真的是要赶快的忏悔。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关键在哪里哦，因为你的修行没有办法进步，来世你会甚至会投身到恶道，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情面的问题了啊，我不好意思去忏悔，或者我不想去忏悔，不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修行有所进步，甚至还会落入恶道。所以这个时候，就算这个上师已经不在了，你还是要像他的，就像故事里面说的，有一种说法，甚至是他的期待之后的这个弟子期待之后的，总之亲人也都可以的，也都可以向他们供养而做忏悔。再来第二个颂文是关于献供这部分4个小节嘛。第二个是献上一切所摄受之物的方法。好，这个投影是刚刚那个颂文的投影。那么这个颂文是又复于施所，乐行于喜舍，不吝于己身，何况于财物。那这里面也是各种的翻译。这里中文可以看到，就是古义里面有一些字没有翻译出来哦。那么等一下会会提到。所以首先针对这个颂文做一个释义解释一下。
主要按照的是第七世法王噶玛巴却照嘉措他的《世事法无事颂》的注解里面就有提到说，所谓自己的事句像中文翻译就没有这个自己的事句这一句所以总之这里提到说自己的事句是指什么呢？是指说本尊身语意金刚的事句。那么这个事句是谁给予的呢？施予者是谁呢？是上师。所以施予我们这个事句的，让我们能够修持本尊金身语意的这个上师，他本身就是跟一切佛身语意无二无别的坛城。所以对于这样的上师跟一切佛无二无别的坛城上师，不用说那些无常不稳定意识的外在财物要受用。这里文字中还提到，若能将珍惜而不愿施与别人的，举个例子，像文字里面提到像自己的妻子儿女等等都献上，甚至以自己的生命长时间的供奉尘世，那又何须说那些无常不稳定，那些容易消逝的外在的受用的财物呢？那是更要供养的，但是不言而喻的这么一段话。所以这个颂文主要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释南中就是印度注解中怎么说这个颂文。所以印度注释中说这个颂文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弟子的一些特殊的行持而说的。所以这里他也解释说，颂文中提到的自己的事句指的是守护菩提心，也提到说是守护五部本尊的誓言。那比如说密乘里面，像下部密序里面，当然就有针对下部密序里面是否有这个密乘的事句，是否有这个密乘的赞美业，但这个先不谈，就是不深论但是最主要自己的事句，这里指的是守护菩提心，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当然到了序部里面的瑜伽部的话，就有事句了，譬如说五部本尊的事句等等。那么接着继续解释，里面颂文中有一个叫常识依止。所以另外一个翻译中文的翻译里面是说长尘世要很长时间的依止，长时间的尘世依止。所以总之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指追随上师，或者说要很谨慎的守护自己的誓言。那么要如何来依止尘世上师呢？应该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尘世上师，也就是说就像颂文这里所说的不吝于己身，它是这个意思。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儿子和妻子。那在梵文的原文当中呢，还有等等就是其他等等这样一个词在之后，就是藏文英文的话是 so for 等等总之所以意思就是这里提到不仅是儿子妻子等等，其实还包括什么呢？就是总之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包括了亲友和眷属等等那么接着继续解释，那么至于无常的财富或一切的物品是更不用说了。所以这里颂文就说何况于财物，就是这个意思。
那之所以会说何况于财物，更不用说是财物，因为前面几句是有提到说，甚至连自己很珍惜的，比如说儿子、妻子等等，包括了亲友眷属，我们也都应该要这个供养或者给上师，或者说要舍弃的。所以总之呢，在印度的注释中，它的原文是这样说：如果不舍弃像儿子等等这些我们所珍惜的的一切你就无法完全实践这个自己在密乘里面的誓言誓句。所以应该要毫不犹豫的舍弃他们，而依教奉行。有这么一段话。那接着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观点也和这个释南中讲的差不多。他在注解中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关于自己誓句的上师，他引用是吉祥圣大书中里面提到，就是说常护自誓句是指自己殊胜本尊的身语意金刚，解释自己的誓句等等。那好，这里就不细讲总之，我觉得讲到以上讲了很多，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几个重点要点必须要知道的，我这里想讲一下。第一个要澄清的一个观念，就不是说弟子必须将所有一切都献给上师，那么也不是说不这样做就是破坏誓言。所以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些教法它的背景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一位具足资格的上师，就是具德的具格的上师，他应该要具备什么呢？比如说要具备慈悲心，要很安忍忍辱等等很多这些功德，还有要通达10种真实义等等。还有上师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果实？上师在《十轮金刚序》当中也有提到，充满傲慢，被嗔怒压制，远离誓言，吝啬财物，而且没有文思，还欺骗弟子，心远离最胜乐境界，而且未授予灌顶，还有贪着一切受用，放逸，心粗暴，而且为感官欲求而有所贪着。智慧弟子应该要像如同这个地狱般远离这样的上师，因为他不是圆满菩提的因。所以这段也很清楚讲到，就是说什么样的上师是我们不应该依止的。所以如果上师他自己不遵守誓言或者他因为自己缺乏学习，所以不了解10种真实义，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由于他自己不具备这种知识，因此而欺骗弟子，然后只贪着财物各种的受用，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的耐心，就是没有忍辱，一点耐心也都没有，所以经常对任何弟子都这个粗言相向。然后再来，他因贪着欲乐而不守持戒律，等等等等。所以经中里面不但没有说要向这样的上师献供，或者说要对这样的上师升起信心，反而就像前面序典中你看到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像要避开地狱一样的远离这样的上师。所以因此呢，首先要了解上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一部序典叫《圣意清净序》，一部论点，对不起，一部论点，它里面也提到说，
大意是说，执着凡俗欲望者，他不是吉祥上师；贪着所获的财物的人，也不是吉祥上师；辱骂智者的人，他不是吉祥上师；还有舍弃对众生悲心的人，不是吉祥上师。最后，他抛弃没有财富的弟子的人，他不是吉祥上师。可以看到，很明确，这里就指出哦，如果说是追求名声和声望的人，他就不是具得吉祥的上师；对财富和受用有强烈贪着的人，他也不是具得上师。还有因为嫉妒而诋毁其他智者和圣人的人呢，他也不是具得的上师。还有对众生没有慈悲心的人，也不是这个上师，具得的上师。还有，虽然弟子是合适的法器，也有信心和恭敬，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钱，他们没有办法提供很丰厚的供养，结果就不理他们，不摄受他们为弟子。这样的上师也不是吉祥的上师。这些总之上面谈到的都不是真正的上师，而且应当要远离他们。所以在《世事法五十颂》里面哦，还有前面很多经典所说的献供，还有不可以不恭敬，还有遵从他的教言等等，这些的前提都是这位上师是具足资格而说的。我觉得首先要清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接着，我们不仅仅这里是要去看上师怎么样，然后也完全不考虑我们弟子到底身为弟子的我们是不是具备条件。不仅上师是要具备德行的，我们自己也是要这样子具备的。所以，如果是一位具足了资格的一切条件的上师，和这个一位已经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对佛法有信心，对上师有虔诚，而且他除了解脱和佛的果位之外，没有任何今生利益考量的弟子。总之，这样的具格的上师跟具备这些条件的弟子相遇的话，那么前面经典中祖师所说的很多弟子应该要将自己所有一切供养上师，这就是应该要做到的。他是以这样子的前提、这样的情况而说的。事实上，如果弟子他就是这样具备了条件，他对轮回也升起了厌离心，对佛法有信心等等，他其实很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想将这一切供养给他的具格的上师的。所以你会看到前面讲了很多，不仅仅是在密续，还有世事法五十颂等经典中，说到很多要供养。事实上，在很多印度的藏地的祖师大德的传记当中啊，也看到很多弟子将所有一切供养上师的很多记载。前面呢，你可以看到颂文中，同样在密续当中有谈到一段说，要供养儿子和妻子等等，这些。但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要深思的，要做到这样也是要具备很多前提跟条件的。比如说有几个，第一个，就像前面谈到的，比如说我们要供养自己的儿子和妻子，总之这一切都要舍弃，要供养出去了。这样的说法主要是基于一个前提，是说上师跟弟子都是具备资格的。所以不是让那些假借密法之名谋取私利的人可以随意做的，不是的。第二个条件是，因为其中有一些情况是上师跟弟子都是在家居士的时候，那你才有这样的情况嘛，就是有儿子和妻子的情况。第三个，如果说当弟子他将自己的儿子和妻子等等供养给上师的时候，那
如果是为了他们的前途更好，那这是可以的。那譬如说，就像过去赤宋德赞王，他将这个空行母，也是错给供养给莲师是一样的。他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把自己的儿子、妻子作为不是。所以赤宋德赞王也有很多个这个妻子的，那么但他特别是供养了耶写错家，那里面一定有这个因缘哦。那首先是耶写错家自己也有这样的意愿，而且呢，也是对于他是有前途就说会有更好的未来、前途等等哦，修行上各方面而供养。再来第4个是说，所谓的这里供养儿子和妻子是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意愿的，不能够强迫将他们供养出去。这一点在大乘经典中也有明确的说明。再来第5个是，这里文字颂文中是提到儿子、妻子等等哦，它其实只是一个象征，举这些为例子，它要表示的是说，这些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最珍视、最珍惜的一些对象、一些事物，而不是说一定要将他们供养出去哦。譬如说，其实你在很多上师的传记当中，譬如说献上自己妻子的故事并不多见。那么主要是我们说从世间人的角度来看哦，那么譬如说有家庭的人来说，其实真正最难放下的就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成员们啊，妻子、儿子啊、先生等等。那当然还包括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哦。所以因为对。那不只是我们说供养的时候，像把周围的东西、身边的东西放下供养出去哦。其实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要将自己供养出去。一般我们会说这样身口意供养出去，但其实这种一般我们可能会觉得将自己身语意供养出去，好像很难做到或者很不平常。但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注意了。其实我们平常你在做献供曼达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就已经在供养自己的身语意了。所以如果说这个要讲理的话哦，可能上师就说：“你都对我做献供了，献供时候不就是已经这个都供养给我了？”所以这里要说就是颂文里面谈到要将自己的身体啊跟财物一起都供养出去，这样的修持、这样的行为，其实在我们献供曼达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还有在请求灌顶的时候，也都在最后求完灌顶，我们都会念一段颂文，它的大意就是说：以后我的身口意都供养出去了，您是我的上师了，您怎么说我都要依教奉行，有这样的一段话的。所以过去有很多的历史故事谈到这个部分，譬如说弥勒日巴，他当时拜见他的上师马尔巴大义师的时候，他就有说将自己的供养，他就有说将自己的身语供养出去。还有呢，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有这个十轮金刚的传承。那在藏地最主要有2个传统，一个是十轮金刚叫热派，一个叫浊派，有这2个传统，这2位祖师不同传承下来的。那么其中呢，这个浊派它是从克什米尔的这个叫月护尊者他所传承下来的。那
由这个克什米尔的月护尊者传给了卓义师，然后再传给了这个贡巴贡丘松等等。总之呢，这里提到这位贡巴贡丘松，他后来就成为了这个卓派的很重要的藏族的一位上师。他当时呢，就将自己所有的财富就集合起来，总共呢有6两的黄金哦。然后同时，他还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了这个哈达丝绸，他把自己连同那个6两黄金都是献给了他的上师，就是卓义师等等。然后总之，他供养自己的生于一三门，然后请求上师传给他这个传法。那另外特别我们应该要讲的，就是最著名的师徒关系的一个例子，一段故事，就是像从印度的蒂洛巴和那洛巴，还有藏地的马尔巴和密勒日巴这2对师徒。譬如说像大班智达那洛巴，他当时就经历了12大苦行，那甚至是舍弃自己的生命来医治蒂洛巴。那同样，我们说也听到过非常多，也在很多的传记中看到记载，就是弟子们为了要向上师求法，将一切的供养将一切的他的受用物、一切的财物都供养出去。那为什么弟子要这么做？最主要是表示出，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弟子他对于轮回升起强烈的这种残忍的处理心。他一心想的就是解脱，有什么方法可以解脱？特别是能够在今生就能够解脱，或者说在今生就能成佛的密续的金刚乘教法，他们一心想要这样子求得，所以他们也知道要得到这样就必须要依靠上师，所以才愿意将一切奉献出去。那么关于弟子如何献供上师，还有将一切供养给上师的重要性有一段故事。我想这段故事大部分大概都知道，就是马尔巴义师和尊者密勒日巴2位的传记。当时呢，马尔巴呢就是不肯为密勒日巴传法，甚至呢还给他各种的痛苦，各种的责骂，各种的。总之呢，后来马尔巴的这个妻子就是达梅玛，他就暗中的，就是偷了那洛巴的一个骨饰就骨头的一个装饰，然后等等一些东西他就假称说这是马尔巴派密勒日巴去的，就把这些东西给了密勒日巴，就要他去跟另外一位上师叫厄巴喇嘛，他是马尔巴的一位大弟子，就到厄巴喇嘛那里去求法。但是因为马尔巴没有真正允许他去跟密勒日巴去跟厄巴求法，没有他的正式许可嘛，所以密勒日巴呢后来跟随厄巴喇嘛学习修行的时候，生不起任何的证悟。所以当时呢，是密勒日巴他到魏地去，然后见这个厄巴，就是屈古多杰的时候呢，他正在为当时很多喇嘛讲一个密集金刚序，他就讲到我说法是我，法亦我，听法诸众亦是我，我为成就世界主等等的这样一个颂文的时候，总之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密勒日巴刚好就在远远的地方向这个厄巴上师礼拜。那上师也就脱帽就打礼说：“这是马尔巴学人的弟子的礼拜的一个姿势。这个修法的缘起很好，
将来这个人应该会成为一切法之王，所以他就要弟子一个僧众就说，哎，你去那边看看那个人是谁。所以后来那位比丘那个僧人就赶快跑过去，一看，哦，是认识弥勒日巴的，他就说原来是你啊，也就问他说弥勒日巴，你为什么来这里呢？弥勒日巴就说，哦，因为马尔巴上师很忙，没有时间给我传法，所以我是来这里请法的。然后，而且他还带着这个那洛巴的深庄严和红宝印就是达妹妈偷偷给他的嘛，就假装说这是许可求法的一个证明。所以呢，总之，那个僧众跑回去就跟阿巴上师说：“哦，是密勒日巴来了。”所以阿巴喇嘛也非常的高兴就说：“哇，上师那洛巴的这些庄严都到了这里，不可思议，等等等等。”而且这时候呢，还有一封信呢，是这个达妹玛他这个他写的一个假的书信就是假借马尔巴的名义所写的一封信。信上怎么写呢？就说恶巴却古朵戒啊，那你要知道，我呢现在正在闭关入定，我没有这个时间去教导这个大力，大力就是弥勒日巴的名字所以我没时间教他，所以呢，我派他来跟你求法，你呢应该要尽量的给予他灌顶，还有口诀。然后最后还加了一句说呢，所以这里还赠上这个那罗巴大师的深庄严，还有这个红宝石作为这个凭借证明。这个厄巴喇嘛看完之后就说：“哦，这是上师的命令那他就跟这个弥勒日巴说灌顶和口诀，我无论如何都要给你的。”所以呢，他就传给他写金刚的各种的灌顶，还有口诀。所以接着呢，这个弥勒日巴就到了一个洞中，这个洞呢总是可以看得到上师的这个住处，所以他就在那边很精进的修持这个厄巴喇嘛教他的方法。但是因为他没有得到马尔巴上师的允许认可所以弥勒日巴怎么修持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觉受。有一天呢，厄巴喇嘛他就来了，他就问弥勒日巴说：“你修了一会儿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觉受呢？你现在怎么样了？”这时候弥勒日巴就说：“我什么觉受都没有哎。”那上师就说什么？你说什么？在我这个法统传承当中，如果戒律没有违犯，这个觉受正解的功德没有不马上成就的。何况呢，你又是这个得到允许而来的，所以上师他在那边想了一下，他又在自言自语的说：奇怪啊，你也有得到马尔巴上师的允许啊。如果没有他的允许，也不会给我这些东西那罗巴的东西真奇怪，是什么原因？总之呢，他又对弥勒日巴说：“你再好好精进修持吧。”那这时候呢，弥勒日巴他其实心中听完这段话他非常的害怕，但是他又不敢把真话说出来，就是说根本马尔巴没有允许他来学法的。所以当时呢，马尔巴上师正在替他的儿子盖了一个住所，所以总之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厄巴喇嘛。信中呢，所以厄巴喇嘛看到这个信中是写说，总之呢需要一些木材，你要赶快给我送来。
而且呢，到时候这个房屋建好之后呢，你要赶快来，你也要过来。接着信中又写说，那个在你那边现在有一个恶人，他现在应该在你那里，他叫做大力哦，就是弥勒日巴，你要把他一起带来。所以马尔巴就写了这封信，厄巴喇嘛看到，所以厄巴喇嘛就把这个信呢就拿去给弥勒日巴看，说为什么上师马尔巴信中写说你是一个恶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大概没有得到上师的允许吧？所以弥勒日巴也没办法再不说实话了，所以他就说是的，我没有得到这个上师的许可，那些信啊，还有那些送给您的东西啊，其实都是师母，就是达美玛他给我的。所以厄巴喇嘛听了之后说啊，原来如此，我们两人都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得到上师的许可哦，你的修持没有办法进步，升不起功德，那是自然的。哎，那也是没办法事，所以呢，那我只好现在也就跟你一起去马尔巴那里了，马尔巴大师那里了。所以这一趟呢，这个厄巴喇嘛他也带了很多的贡品一起去。他除了什么呢？除了就是留下马尔巴赐给他的一些加持品之外哦，他把一切他的属于他的佛像啊、经典啊、法器啊，甚至一切黄金啊、绸缎衣服啊、日用品都一起带去。然后他只留下一个什么没带去呢？就是一头老山羊，而且是这个跛脚的一个老山羊。因为这个老山羊呢，它不仅是跛脚，而且年纪很大了，性情也很怪。它不肯跟别的羊一起走了，所以只好留下来。所以总之呢，厄巴喇嘛他当时就把所有他的财产都准备要带去供养给马尔巴。所以厄巴喇嘛也很好，他也跟密勒日巴说，你去也不能空手，所以也给了他东西带过去，给先供给马尔巴大师。所以总之他们就到了卓龙马尔巴大师的地方。总之呢，他们快要到这个洛扎谷的时候然后厄巴大师就跟弥勒日巴说：“你呢，先去跟师母说，我们来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杯这个酒喝。”所以弥勒日巴就先去了，他也就先见到了师母达美玛，然后向他礼拜之后，他也把这个酥油的这个 酥油做成的这个点心也供上，然后他就跟达美玛说：“厄巴喇嘛来了，您是不是给他一杯这个迎请他的这个酒喝？”这个达美玛当然见了弥勒日巴很开心，然后他就说：“马尔巴上师啊，他现在正在这个卧室里面，你也去向他说一说吧。”这时候呢，这个马尔巴上师哦，他正坐在他卧室里面的床上啊，面向东方入定。所以呢，他就到了马尔巴上师跟前，他也非常害怕嘛。总之就礼拜，然后把这个哈达供上。但上师呢完全不看他，就把头呢转到西方去。那所以弥勒日巴他就只好再走到西方，然后再向马尔巴礼拜。这时候呢，他又转头，上师又转头到南方去，
他心中想说，这个上师真的应该是生气了，他就对上师说：您为了要这个谴责我，不接受我的礼拜，但是无论如何啊，今天呢，那个恶霸喇嘛，他带着这个身口意，还有一切的这个所有这些供养，想要供养您，所以是不是也希望您呢赐给他一杯这个酒吧，这个欢迎的酒吧？马尔巴大师非常非常的生气哦。总之呢，他就视线这个大我慢相哦，就弹指，用愤怒而可怕的声音说：“他说，我从印度把不可思议的这个三藏的秘密，四乘的星耀，各种殊胜的口诀等等，总之我带回西藏的时候，欢迎我的连一只老鼠都没有。”现在那个阿巴喇嘛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拿那么一点点财产来，就要我这个大医师去欢迎他，那他还不要来的好，给我滚回去。这弥勒日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之他就这个退出房来了，他就把这个话跟师母说。是这个师母听完也说：“哎，这个上师的脾气实在是太糟糕了。那个恶巴喇嘛，毕竟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的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们当然应该要好好的去欢迎他的。那就让我们母子两人去吧。所以总之，师母就带着弥勒日巴去这个迎请恶巴喇嘛。那弥勒日巴就说，其实恶巴喇嘛也不敢奢求哦。”这是上师跟师母你们来迎接的，只要给他一杯酒就好了。所以他就跟师母说：“您就不用去了。”但是这个大美玛说：“师母说不，我还是要去。”总之呢，就带了这个喇嘛也带了很多的酒哦，就一起去迎接了。所以在当时呢，这洛扎古的那个地方，因为为了要庆祝马尔巴上师他的儿子的成年，还有他的新的一栋这个屋子的落成，所以在这样一个集会上、庆祝会上，马尔巴上师就唱了一首吉祥歌。这个吉祥歌就是我们噶举屈原法会最后一天都会唱诵的。总之呢，在这个宴会上呢，阿巴喇嘛就把所有东西供上了。所以他就对马尔巴上师说：“啊，上师啊，我的这个身口意，一切呢都是属于您老人家的。这次来我家里呢就只剩下一只这个跛了脚的这个老山羊，因为它实在太老了，又是跛脚，所以我才把它留下来的。除此之外，我所有一切都带来了，我要供养给您上师，所以请求您呢传给我这个非常殊胜的一个灌顶跟口传，就是耳传派的这个特殊的一个口诀。总之，他就求了一个平常不公开传的一个很深深的一个法。马尔巴上师听完呢，他也很欢喜哦，就笑着说：“哦，你来非常好。这个我所有的这个殊胜的灌顶和口诀是金刚乘的捷径哦。你只要依据这个口诀哦，你不需要长时间的修行，今生就可以成佛。它是一切口诀中最特别的一个口诀，是上师空行的，有特别的这个嘱咐、守护的一个法。你呢，如果要求这个法，你那个老羊哦，它虽然它又老又跛，如果你不拿来的话，也不能够说是全体供养，所以我这个口诀还是不能传给你。那说完了，但大众听了也都笑了起来。所以阿巴喇嘛
他听完他就说。就是厄巴喇嘛虽然看到马尔巴上师是很欢喜的，笑着在说这件事，但他也不敢太轻慢啊，他还是再确认一下说，那是不是我这个老羊我带来之后你就肯传我法呢？马尔巴上师说，对，但是你要亲自去把它带来，你带来我就传。所以第二天散会之后呢，厄巴喇嘛他就真的一个人跑回去，把那个老母羊啊就背在背上。然后供养给马尔巴。那这时候马尔巴上师就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的说：“哦，这个密乘金刚乘的学人弟子哦，就要像是你这样的。其实呢，一只老山羊对我也没什么用的，对我有什么用呢？这只不过是为了这个奉法，就是求法，还有尊重法这样的一些缘起，所以这么做是必须的。”所以我是为了要测试你有没有真的想要求法的这个信心。所以总之呢，你也通过了这个测试了，所以我会要传给你灌顶跟口诀了。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这段故事哦，就是马尔巴、厄巴喇嘛还有密勒日巴这些内容，这些记载。我觉得我们应该想一想啊，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马尔巴大师，可以说他是完全具备了上师特质，比如说10种上师特质等等圆满上师。而且呢，故事里面其他还提到很多。虽然马尔巴他曾经多次的，比如说施展咒术，甚至有很多的纷争斗争哦，当时，所以当时洛扎地区的很多人对他其实并没有很强大的信心，但是他的弟子厄巴还有密勒日巴，无论马尔巴他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升起邪见，他们从来没有升起邪见，而且始终呢。将他视为像是真佛，如同佛陀一般。而且呢，厄巴喇嘛和密勒日巴他们在医治上师马尔巴的时候，他们是将自己所有一切都供养给上师，然后依教奉行，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侍奉和护持马尔巴，护持上师。所以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就完全符合了世事法无事颂中告诉我们的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具格的这个师徒，或者说这样一个密乘的修行人，一个瑜伽士，就需要像是他们一样。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典范，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对象。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